前，打開天窗，傾覆之後，渴望你明來充滿我，求主一生用我，願你旨意行在我一生中，每天更新，過得聖生活，榮耀你，天天分享主愛。我的心與我靈，願意一生尊你為大，獻我心，獻我靈，讓我進到你慈愛居所。我的心與我靈，願意一生尊主為大，獻我心，獻我靈，原諒我，再次復興我。腓立比書2章12至18節，這樣看來，我親愛的弟兄，你們既是常順服的，不但我在你們那裡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，更是順服的。就當恐懼戰兢，做成你們得救的功夫。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，使你們無可指責，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，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亮照耀，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，也沒有徒勞。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，我若被澆奠在其中，也是喜樂，並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，並且與我一同喜樂。這是神的話。